来关心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发动1个月来上大规模的攻击。不过，这嘛是以哈冲突以来以色列伤亡上惨重的一天，有24个阿兵哥死亡。因为美国的中东特使当伫咧埃及的开罗推动停火甲解救人质的协议。 以色列拍算要甲加沙南部主要城市汉尤尼斯村的地区拢抢过来，发动1个月来上大规模的行动。伫咧哈马斯武装分子向附近的坦克开火了后，两栋大地雷的建筑物爆炸，21位士兵死亡。另外一件攻击是3个士兵死亡。 24 מטובי בנינו הגיבורים. 以色列重申对哈马斯的战斗会一直到摕到胜利为止。巴勒斯坦官员讲，伫过去24点真久，至少有要甲200位巴勒斯坦人死亡。自冲突以来，死亡人数已经要甲26000人。做中人的卡达讲，甲双方伫咧进行停火讨论。 We are getting a constant stream of replies from both sides, and that in its own right is a cause for optimism. 美国嘅中东特使也为这件代志出任务。 Brett is in the region. He was in Cairo today. Certainly, one of the things he's in the region talking about is the potential for another hostage deal. 科比讲，伫开罗的会谈是正冷静而且严肃，讨论的内容包括休战需要偌济时间，才有法度解救人质。埃及的态度是，甲规个局势拢平息落来，保护百姓的安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